呢個計劃咧會喺今年嘅6月21日，即係父親節嗰日開始接受登記嘅。由於涉及有700萬符合資格嘅市民同埋700億嘅公帑，我哋設計有關嘅流程嘅時候咧，都係一方面既要簡單方便啦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亦都要安全穩妥，確保市民嘅資料咧係保障安全。同埋喺成個申請嘅過程裏面呢，係有秩序咁進行一個登記，俾市民盡快收到錢。截止登記日期呢係明年嘅年底嘅，係俾大家有充裕嘅時間呢去到準備嘅。通過銀行登記嗰方面呢，就非常之方便嘅。市民可以經過銀行嘅網站啦，或者係網站之外呢，如果有用開呢一個電子銀行個人電子銀行嘅服務嘅話呢，亦都可以通過嗰個服務呢嚟到登記。登記咗之後，啲錢呢就會入落去戶口。咁呢，我哋喺6月21日開始登記，去到6月底呢，呢10日裏面呢，登記完之後，無論喺邊個日子登記，喺呢段時間裏面呢，我哋都會係喺7月8號開始陸續咧，就將啲錢咧入落戶口俾市民嘅。6月30號之後，再通過電子登記嘅話咧，銀行嘅電子登記嘅話咧，咁大概咧就由登記去到攞到錢咧，係一個禮拜左右嘅時間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係有充裕嘅時間嘅。即使係有銀行嘅戶口，想經銀行戶口收數嘅話咧，如果唔想電子登記咧，都可以書面登記嘅。咁咧就書面登記攞到張表，填咗之後可以去交去銀行嘅分行啦，亦都可以寄去呢一個郵箱。個郵箱咧就係182020。想收錢快咧，其實最好咧就係經銀行嚟到登記，經自己戶口咧嚟到直接收錢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收到錢之後齊齊消費，幫助我哋一齊咧振興香港嘅經濟。